第13章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着顺服的，因为无有权柄的，毋是出自上帝。凡那掌权的，拢是上帝所命令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上帝的命令。抵抗的，的确自处刑罚。做官的，原毋是互行好的人惊，就是互做歹的人惊。恁愿意毋惊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好，就通得到伊的懊恼，因为伊是上帝的册用人，是互你有利益的。你若做歹，就着惊吓，因为伊毋是空空的白剑，伊是上帝的册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迄做歹的，所以你的确着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恁纳米娘也为着这个缘故，因为因是上帝的册约，常常直管这个事。凡那人所着得的，着互伊；着得米娘的，甲伊纳娘；着得税，甲伊纳税；着敬的，敬伊；着恭敬的，恭敬伊。凡事拢毋通亏欠人，只有彼此相疼，着常常掠做亏欠，因为疼人就是完全律法。亲像迄个毋通奸淫，毋通杀人，毋通偷窃，毋通贪心，也是有别的诫命，拢包伫疼人亲像家己这一句话的内面。疼是无加害互人，所以疼就是完全了律法。个恁知影，现今就是应该趁早困醒的时阵，因为咱得救，现今比初信的时阵搁较近啦。黑暗暝已经深，白日将近，就着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大光明的兵器。行事做人着端正，亲像行伫白日，毋通荒宴醉酒，毋通好色邪动，毋通三更怨妒，总着称治主耶稣基督，毋通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